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5分钟的台语教室，我是阿珍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璇。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我是娜娜。老师老师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姜老师。今晚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师哦，杨鼎运老师，前高雄市瑞祥国小的台语老师，高雄市教育局新著名语言辅导团的顾问，全国的台湾语言竞赛的评判委员，所以我们的老师对台语的教学是非常有经验的哦。老师，这周老师要教我们学台语哈，大家想要学什么呢？我要要买物件买物件。买东西，老师，像我们啊，如果是每个月固定领了薪水啊，回来了之后很想买东西，或是我们早上或是下午啊，都会去买菜、买东西、买。台语那讲，老师，买买菜，买菜，买菜，我要买菜，我买菜，我买菜。我知道了，娜娜想说啊，刚刚领薪水对不对？领薪水怎么说？是不是？对啦，老师，因为每个月都领薪水，所以台语安那讲啊？有薪水才可以买东西。薪水，领薪水，领就是领，对，薪水是薪水，对是吗？老师？对，好嘿，，那我们领薪水啊之后啊，钱放在口袋会痒痒，想买东西对啊，就很喜欢买东西，像女生啊，像我啦，就喜欢买衣服啊，台语安那讲啦是买衫，买衫。嘿我想买衣服，或是我要买衣服，怎么说，老师？我买衫，我买衫。对，好，新学想买什么？老师，如果说我想买鞋子，我买鞋啊，我买鞋啊。鞋啊，就是鞋子嘛，对，老师。对，啊，我买鞋啊。鞋啊哦，好，那阿珍来想想看，我要买什么呢？我要买包包好了。哦，我买卡棒，我买卡棒，卡棒的是那个包包，对，手提包，女生就是手提的手提包嘛，老师。卡棒有安尼解说是接受的，嘿，好，那我们呢，刚刚有领薪水，好，我们来做复习一下好了。领薪水，领薪水，领薪水啊，我要买东西，所以我们先学我要买，我买，我买，好，我买包包，我买卡棒，我买卡棒，我要买衣服，我买衫，我买衫，我要买鞋子，我买鞋啊，我买鞋啊。老师，但是我去买东西啊，一定会跟老板说啊，这个多少钱？这偌济钱？这偌济钱？老师再讲一次好不好？这偌济钱？这偌济钱？这多少钱？对，哦，改奶包牛店，老师去买物件，我们会跟老板说，你卖给我便宜一点。头家你敢会使算我较俗的？卡俗的，卡俗的，较俗的，就是便宜一点，嘿对，嘿较俗的，算我便宜一点，算我较俗一个，算我较俗一个。对，哦，老板，刚刚老师说头家吗？嘿头家，哦，好，那大家学会了吗？好，买东西的时候会杀价，会跟老板撒娇一下，请算我便宜一点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头家算我较俗一个，头家算我较俗一个。大家学会了吗？我们今天5分钟的台语教室到这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多谢大家，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
大家一定要追踪哦，要订阅，或者是大家想要学习新的内容啊，大家也是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呢，我们会请教老师，让我们一起来学台语。